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的这个南韩的艺人带动这种到位的手势。这个手势代表和平，这阵啊真流行。啊，讲南韩变潮的艺人金正哲，都是比出这个到位的手势了后咧，竟然伤到韧带、韧带，爱做复健4礼拜。复健科的医师讲，这种的动作一个无注意，确实是会来受伤。讲这个手若是感觉会酸，或者是按，就莫做咯。 이렇게 돼? 对镜头比一个倒相车、古水、搁烟头，南韩团体则报以大家咧比代表和平的倒相车，也有少女时代队长以及真侪艺人嘛对咧比，好真侪歌迷嘛伫学，也过来注意，迄若无细致，恐惊会受伤。 这个时候，如果突然往前一伸的时候，的确有可能让你平常很紧缩的筋膜突然拉到一个很大角度，也很容易拉伤。这个姿势也有另外一种，南韩的艺人金正九进前想要对流行，想要到事后发现讲伊肩胛头足痛的，医生检查了发现讲伊的软骨受伤啊。 为伊所打出来诊断证明，这个病名是正边肩胛头的横胯骨绕掉甲软骨受伤。医师建议伊续来4礼拜，拢尽量莫去动到肩胛头。伊特别写文章呼吁大家爱细致。他的肩膀是往外打开了，这个时候你的肩锁关节其实就要稍微出力。然后你如果又在做内转的动作的时候，旋转肌摩擦或是夹挤的动作，就比较容易受伤。 医生嘛讲，想要摆一个真水的姿势，无想要受伤，都要加运动。伊推荐大家，工课较无用的时，嘛会使轻松啊做这个姿势。一次大概撑20秒，然后放掉，因为时间比较长，其实这种动态的伸展，肌肉比较有办法放松。一次就好了。可以的话，大概3到5次。 最近几年来，韩流扫过全世界，韩国艺人穿插翕相的姿势，拢有真侪歌迷伫学。 医生提醒讲，要学进前要考虑到本身的身体状况，你若感觉无爽快，就要随动起来，唔通因为要学一寡姿势来受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